在地人在地前来到云林的四湖，当地沙仑派出所已经使用超过30档了。当地海清宫寄付着3000万，要为警察来打造着舒适的工作环境。这个整建工程正式动土，按算115年来完工。开地平安，动土顺利。云林四湖三条轮派出所是当地北沙三条轮甲林厝寮三派出所原境联合上班的办公室。盐湖派出所已经用超过30档真个设备需要换新甲整修。海清宫团队真大方，寄付3000万的经费，要为这警察打造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我若穿合作穿的派出所啦吼，我若是讲，我要捐助2000万。互因去，物资拢起价，那按起来应该爱搁开超1000万，等于爱开3000万。这嘛是全国头一摆由在地大庙来为警察打造新的办公室，对日后地方的治安嘛有真大的帮助。因为派出所是平安的中心，海清宫是信仰的中心。我们不只要把乡亲的安全照顾好，也要让所有来这边进香的游客都能够开开心心的过来这边进香。海清宫本来是为警察同仁打造舒适的环境，这嘛算是为地方的治安尽一份心力。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